嘅智慧。而今日我哋嘅重點係進入一中耶穌基督嘅上萬始活。我哋反省上嘅犧牲係十字架。呢個主日使到我哋更深刻去體會基督嘅愛，耶穌服從嘅不顧嘅旨意，承擔人類嘅苦難，使我們認清人類嘅罪過，要求我哋脫離救我，承行主旨，背起十字架跟隨基督，參與佢嘅救世苦難，分享佢嘅光榮勝利。一息間，當福音宣讀之後，請大家跟隨十字架同埋神父嘅帶領，並高舉揮動樹枝，好似昔日以色列人民一樣，歡迎主耶穌基督進入聖城。並講正門前進行敲門禮。當大門打開後，請按服務員嘅指示跟隨神父進入聖堂，請讓長者同埋有需要嘅人士先行入座。進堂後，大家仍然保持，使大家能夠喺一個寧靜環境中參與。請各位將手提電話同埋其他響鬧裝置暫時關上。多謝大家合作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親愛嘅兄弟姊妹，我哋從西信記一開始就已經藉着補贖同埋愛德嘅工作，幫助我哋嚟準備心靈。今日我哋聚集喺呢一度，皆同展博普西教會，揭開慶祝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嘅逾越奧蹟嘅序幕。呢個逾越奧蹟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苦難同埋復活。主耶穌基督先係為咗完成呢個奧蹟，在進入主嘅聖城耶路撒冷。因此，讓我哋都懷着信德虔誠紀念耶穌基督榮進聖城耶路撒冷嘅時候，便喺恩寵嘅作用之下，跟隨主，同主基督一齊背負自己嘅十字架，以分享主嘅復活同埋生命。而家讓我哋一齊祈禱，全能永生嘅天主，我哋懇求你以你嘅祝福，我哋手上所揸住嘅樹枝，鮮花呢啲樹枝，使我哋能歡欣地跟隨主基督君王，並靠主獲得力量，抵達永恆嘅耶路撒冷。我哋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。阿們。基督為王，基督獻權能，基督得勝，基督為王，基督獻權能，基督得勝，基督為王。基督獻權能，基督得勝，基督為王，基督獻權能。恭讀《聖路加福音》，那時候，耶穌
領後前行，上耶路撒冷去，及至臨近貝特法格和伯特利，在一座名叫橄欖山那度，耶穌批遣兩個門徒說：你們往對面的村莊去。一進入村莊，就會看見一筆穿着的內靴，從來沒有人睇過，把它解開牽來。若會有人問你們說：你們為什麼解開它？你們就說：主要用它。被派的人去了，所遇見的，正如對他們所說過的一樣。他們於是把內靴牽到耶穌面前，把他們的外衣搭在內靴上，扶耶穌起上去。前行時，人們把自己的外衣鋪在路上。當耶穌臨近橄欖山的下坡時，眾門徒為了所見過的一切奇人，都歡欣的大聲頌揚主說：奉上主之命而來的君王，應受讚頌，和平在天上，光榮於高天。人群中有幾個法利賽人對耶穌說：師傅，斥責你的門徒吧。耶穌回答說：我告訴你們，這些人若緘默不語，石頭也要吞了。上主的話。感謝天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藉着經讀耶穌嘅福音，幫助我哋所聽嘅啟示，讓我哋願同主耶穌一齊進入聖城耶路撒冷，仲係我哋行緊呢個條路，但求主引領我哋，陪伴我哋，讓我哋喺信仰嘅道路上堅信行走。今日我哋整個普世教會都為呢個目的而舉行呢個禮儀，讓我哋歡欣以及同追一齊行，發揮我哋聖堂。基督為王，基督顯權能，基督得勝，基督為王，基督顯權能，基督得勝，基督為王。基督顯權能，基督得勝，基督為王，基督顯權能，基督得勝，基督為王，基督